今天已经是第几夜的失眠？中午好。为什么都是你？只要闭上眼，我想我病了，自我诊断是绝症，无所谓。有时候爱情会让人流点眼泪，害怕会后悔，会心碎时总会于原味。别担心我的爱不会太疲惫，走不出的迷宫，那我带你飞。只要你在身边，倒数着何时才能见面，还有2、3、4、5天。间歇的思念并发作，我实在难避免。永远到底有多远？我想了快1万